五日節除了白靈船以外，南投嘛邀請國內有名的火舞團來表演。這團進前去參加英國選秀的節目，受拼入去決賽，非常厲害。昨暗伊是佇咧水裡演出，也永暗會佇咧竹山，民眾是攏真期待會當看到世界級的表演。火舞甲南投水裡的暗暝，這甲光熗熗。這個火舞團是頂日仔一英國高人秀拼入決賽的團隊。自5日節的暗時，因至南投水里鄉的溪流頂面搭的舞台表演火舞。火龍最後點着台灣的圖，代表對台灣的祝福。這場表演成上萬人來看。我覺得超壯麗，然後就覺得水裡可以辦這個活動，覺得超棒的。然後我覺得以後假設每年都有這個活動，一定塞爆，所以一定紅爆了。今仔日舉辦的拄好是咱5日節日吼，拄好咱水裡有一條水裡溪，這個火舞團的意義吼，代表着水與火的融入吼，會當互水甲火共同融入在這個情境裡面吼。一英國高人秀拼入決賽，這個火舞團會當講是台灣之光。不管是一個人的表演，還是一群人的表演，表演者紅火的結合，攏讓觀眾看甲真淒迷。有人帶囡仔來看，嘛有介意翕相的人專工來翕相，嘛翕出真濟滿意的相片。追好幾場了，因為覺得他們的表演很精彩，所以只要是覺得還不錯的，我們都會去追。5日節連續假期。南投不但是水裡會當看到火舞的表演，20暗時一竹山鎮公所頭前嘛閣有一場，要讓民眾自在地會當看到世界級的演出。記者顏秀南投報道。